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嘛会使叫我阿婷。就厉害啊！咱人生的顶半场，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，嘛那甲咧办道的有无？想着我的员工，目屎就流，家己要好好去行，唔免搁干那回头望啊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。平常时我咧爬山，也是赶时间咧行路的时阵，我上惊的就是拄到这款弯弯弯弯的路。啊，咱毋是定定咧讲，人生就亲像咧行路，若是拄到路无好行，也是袂通的时阵，咱就爱会晓转。人生的下半场嘛是安尼哦，若是咱会晓转，有的确就会转出一片特别水的风景。行，要来铺草。我先行，无你会晓行咧。我会用的啊，我平常时拢伫咧这个四界乱踅佚佗。是哦，这都是鸡牛。鸡牛应该是足细重的，啊，跟大这个有尖有喙，这拢阮家厝内呢。鸡牛哟，鸡牛是巨母。字母。哦，爱念起来啥物色哈？季节无共，念起就无共。有够有安尼哦。嘿，这拢咱台面呢，这拢有季节性。这张不大男人，念起来是绿色的。咱今日就要讨迄张相思树，相思啊。相思啊。卖来，阮咧做事。有啊。来。走，咱来斗起，来斗做嘛。是。安尼，这是遐大水啊。这超重的好我，阿姨你行路就好啊。你免拖遐济无问题啦，我有食饭啊。你讲伤忝啊。袂忝。所以爱搁甲沾较细支的就对。对啊，爱沾真油呢。为什么我感觉阿姨你咧炒这咧沾这，看起来安尼轻轻松松安尼？啊，这阮都自细汉就晓做啊。阮三几啊家拢我做咧。哦，是哦，几岁就开始做事啊？阮足细汉就开始做事啦。阮爸爸无生后生，是我嘛是爱阵后生落做啊。啊，爸爸拢较有力对无？是。啊，我嘛是爱学晓有力呢。所以安尼啊，无够油就对。无啦，还好。安尼无够油。无。好。我来调。安尼我一支手机啊收起来，来，认真来做事，莫搁耍啊！大家看，阿姨头拄啊，伊迄个茶，伊是用刀安尼，啊，都安尼刮的呢。阿姨，你这招谁甲你教的啊？你叫我摕这，我可能爱用毛的，啊，但是你头拄啊，我嘛会使水在人啊，遐团队你会晓打命啦。
大迄你爱洗哩吼，你看得当当。会晓打面呢。我发觉着咱安尼啊，嘛那甲咧办桌的有无？你倒迄菜啦、肉骨啦，啊我咧加这较幼项的安尼。其实老实讲啦，迄个工课是足侪项的，啊嘛足费气、足麻烦费气的，对啊，粗重的嘛有啊，幼项的嘛有嘿啊。这植物人遮尔啊无轻松，遮尔啊辛苦，啊为虾米你会去接受到这哈？是。我有兴趣啊！阮地动了后，大家拢物件拢弄害啊，厝嘛倒啥拢无。啊，因迄政府都派老师来。有请个草屯的手工艺研究所的老师来教阮教。迄当阵921的时阵啊，迄暗的情形，哦，足恐怖的。你即马收起来嘛是会摇一个都拢无电啊，要回嘛回无落，毋通要赶你打去啊！啊，迄拢摇倒的啊，摇足大个温头的要出来，伊安尼摇，啊，就安尼抬，啊，就转。迄人你若无坐咧，安尼拍来，人啊起来就摇倒呀，啊，伊甲他倒爬袂出来，啊，结果身体有去伤着哟。惊到破胆，神经痛，惊死去啊！啊，耳仔怎拢无听？啊，迄阵啊，我拢嘛带伊，满世界去互看，看的是安怎，啊，佫煮的食足大味的。讲到迄段是真正是。是啊，足有名。对啊。可怜的，迄阵啊，人拢19年就去学，我也使。拢做阮头啊去互看到较好啊。我才去学，我才90年才去学的。去学迄植物人的。嘿。会使啊，有啊，你安尼啊，这个安怎帮我小接吧？安尼有啊，安尼我要拍角咯。好。吴秋老师伊接受这植物人已经超过20档的时间啦。平常时除了伊家己耍、家己念以外，伊阁有教学生啊，就是亲像即摆安尼吼，教大家安怎绑、安怎念。86岁的老师教这无共世代、无共年岁学生啊，这款的画面，毋是常常看会到哟。这个这个小角。是我咧会使嘛，我刷灯。嘿吼，就有一点有成片。哦，爱定安尼嘛。嘿，安尼才有按，安尼好啊。这叫做啥？绑染。算绑染无毋对啊，这是算绑图案的。这个起来是新印花哦。就这类啊。有无？6片嘞，1片、2片、3片、4片、5片、6片，都是6片花。了解。新印花，咱若绑在新印花，新印就去恁遐。我嘛想无咧。为什么咧笑？无啦，我是想讲伊敢若拔过头的啦。安尼我会和恁无共的对。嘿啦，安尼反正搁较水，搁加一碗。啊，若拄着学生啊有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你要安怎甲处理哈？因为你啊，就甲讲者，就我要来共处理啊，你莫共遐着惊。老师傅，你要才袂共吓人惊死啊，搁要来学。这就是阮查某孙。查某孙叫裴君对吧？李培君。拄开始是因为阿嬷有社区大学课，啊，我都会来倒3工来一起学习。结果愈学感觉足神奇的，就是哪会遮侪植物会使捏出无共款的色。啊，大家别个花草虽然老师教是共款，但是大家人的手法无共款，所以拔起来拢无共，就感觉足神奇的安尼对。啊，就开始对阿嬷学安尼。哦，了解。哦，伊真厉害咧，伊。我真乖呢。
是。细汉有够好，啊，那有一个安那遮尔可爱的小朋友走来，无看的哦，白到面啊红。这位是嘛要来学植物人的吗？你好，伊是谁？干那孙，敢若孙，啊无会啥。我叫是隔壁的。哦。走来要报名要学植物人的，毋是？哦，敢若孙啊，就是裴君的。也袂遐紧的。早囝啊对。哦，嗨。哦。哇，安尼一家四代呢？三代尔啦，有生四代，一代、两代、三代，啊四代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为什么恁会想要来甲吴秋老师学这植物染哈？阮伫高雄好像较少这种活动，啊，高雄有的是讲蓝染啊，迄种比较常见，就是伊个颜色就很单一。啊，来遮额外当讲，遮边仔有啥物植物啊，啊对咧喷啊，啊出来啥物色，就是选择性较侪啊，种类较侪，啊，就感觉真趣味，所以拢会来遮上课啦。无共款的材质的布无，面块佫无共款。哦哦，参像咱即摆绑的这是丝啊的。哦，啊，都捏起来是毋是会金金哈？是啊，因为上色较紧，所以亮颜色较亮。哦，了解。所以讲这植物染真正是千变万化呢。介神奇。系啊系啊。伊其实是阮查囝啦。啊，姐姐迄当阵，你有看到妈妈因为地震啊，搁爸爸破病啊，妈妈有感觉看起来足悲伤的，还是安怎？你真感谢这政府无办这啊吼，学这物件，啊，所以就慢慢走出个伤痛。真好开呢，啊，像好开啊，像这人招这都有时间，咱就尽量去甲人合班啊，呢就有他讲无，我有工课好做，就较会袂记哩迄个代志，啊，就慢慢啊，紧较袂紧的，啊，就紧好啊。甲单位吗？直接单位。嘿，甲单的，甲单的。阿姨，你看这条，我的长长有想滴的大长无？老大长有无？长长的。你妈。妹妹啊，你嘛要来凑热闹哟，斗斗的安尼呢。阿姨，所以讲这捏布啊，真正嘛真费时间呢。费时间。我算一个，咱安尼煮互伊滚，就差不多20分。啊，搁爱互伊浸一个，浸半点钟较紧。这只少啊，有要紧的啦，大鼎是足久的哦。哦。老实讲啊，我感觉这个植物染毋是一个轻巧的。轻巧啦，斟茶较粗重吼。足粗重的呢，系啊。啊，但是我感觉真难得的是，遮尔无简单的通过，裴君愿意接手，是为虾米哈？嘛是真有兴趣啊，主要嘛是阿嬷希望伊这个技术会使流传落去啦。哦。啊，因为无阿嬷最辛苦，你看伊的作品遮侪啊。对啊。啊，若无人接手，都倒去啊。系啊。都无人对啊。无彩。无彩。好佳哉，裴君伫的啦，免烦恼啊。系啊。啊，你看这条有水无？有水，也真硬。这嘛这个你摸自己衫啊，这就是伊哦。对啊，你这我正常变的呢，我自己做的，安尼好哦。我家己做的。阿姨。哦，你嘛这做？
对啊，搞早搞早。系啊。啊，你要去对哈？我想要对你去。哦，我想讲要来阮老人会遐。哦，是哦。嘿啊，好啊，你甲阮来个嘛好。好，所以这台就是你的免路。嘿啊。大家早安。安尼我嘛爱学阿姨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早安早安。阿姨，我有准备这我的名，好，厝亭。因为我看恁逐个人拢有名写伫个桌顶。对啊。啊，今日要坐吧。嘿，今日我甲恁同齐上课，嘿，我嘛要来做一日的学生啊，嘿，练习生，所以我叫厝婷啦，我是新的同学，今日来教大家学习，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你若要坐家。我会知影你吼，其实足好学啦，你足爱学物件，对无？对啊，学啥拢真认真，哇！对啊。啊，为什么你遮尔爱学物件？啊，出来都是爱学啊，人别项嘛爱进步，对无？我唔捌家己伫厝咧，我逐项拢爱创大。你有算过你学物件学几项过无？有够济。有像像这美劳课啦，啊有运动无？有，逐项拢有。啊有英文对无？我会知影你有学英文。英文袂直接学，毋是直接学的。啊电脑咧？你读册的啦。你有学电脑对无？有啊有。啊若像像迄少年人上爱迄个跳舞，我嘛有。嘛有哦。有够济啊！你咧家己叫？有多多阿姨。哎。这个多多阿祖，你真正阿祖吗？懂吗？你93啊咧？你93哦。哦。安尼叫阿嬷就好啊，莫叫阿祖。叫到老。阿嬷就好啊，嘿。啊，你要叫我帮你画目睭了。拢总画。拢总画好，是。欠专门画。好，对，落会使。好，安尼有留着真好吼。我感觉唔那是留得好，主要是来食吼，安尼日子较好过。对。你拢袂甲家己苦条条。袂。系啊，你的人生咱咧讲不设限，对无？你无限制啊，你若甲家己苦条条，你就啥物拢袂做啊，对无？对，我都可怜。系啊。人生我感觉爱安尼，啊若无活的嘛无啥物意义。我感觉有理哦。伫咧台中食有一位我的时代朋友心狗，伊的生活过了足丰富的，人生嘛不离啊精彩。啊，迄当阵我会熟悉到伊，就是伫咧网络面顶有一寡伊的作品的相片，好，迄了有够水的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就是要来看伊的下半场人生，为虾米会过甲遐尔啊有质感，过了遐尔啊有水准。哦，阿婷啊，你哪有啥时间走去遮来咧？我要来看你翕相啊！想袂到原来你的摄影棚摄影棚都是伫顶高卡呢。我就是你有家己的一个摄影师安尼呢。无法度啦，我就是安尼有通利用这个很自然的闪光光线安尼，迄个相片尔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！我看亚准讲你头早有去吧，对无？有啊。你头早有去吧？啊，我看卖，我平常时伫咧网络看到的，就是这。就是这样。对。
哦，参金牛就翕到鱼啊、涂骹，安尼我就知影，伫个顶啊骹就对了。这个大闹开啊！哎，无啦，人这是真实写实安尼啦，对啊。啊，亲像这个背景啊，今仔日背景是较深的，哎，吼啊，若是另外一种风格，是毋是都爱用我这个？就用白落来。白啊，咱即马甲放落来看卖好不好？好好好。系啊，哦好。若是讲用白，带用白来翕看卖，看是啥物感觉好不好？哦好啊。好啊，啊，当那个咧做迄个实验的有无？哎，啊，你翕我嘛翕看卖，好来。来。欸，我感觉真正背景无共，啊，翕起来感觉就无共啊。感觉无共吼。系啊。哦。哎。亲像这盆花啊，哎。这是你采的。对。啊，含这花器花盆嘛是你捏的。对。你家己做的，所以这规个拢是你的作品。对。哇，你真正是多才多艺。我跑出来嘛是拢我家己翕的相片。安尼应该讲是一条龙。今仔日这花你采啊，今仔日有课咧上吗？我看内底哪咧无伊。我内底有迄个中华华裔老师来遮甲插花。安尼我今仔日有这个荣幸用的来插花啊，一个。啊，当然，当然。好啦好啦。大家好。哎，歹势交了啊！哎，我今仔日嘛是来插花啊的，我无爱拄插花啊。哎，我是新哥的朋友，我叫阿婷。阿婷。嘿啊嘿啊，我就是平常时看新哥，伊的迄个网络面顶看大家作品足水的啦。嘿啊，迄当阵是谁想到要有这个花艺课啊？我以前的同事啦吼，啊伊考到迄个中华华裔教授资格，啊，就知影讲我有在算图，啊，就是讲利用我的遮的花器，大家来伫遮插花，安尼阮就开始啊。啊，新哥，你要搁插一盆无？我来做你的助理，好不好？嘿啊，对啊，做你的助理，我想说嘛，用手机啊记录一下你的生活啊。这是茶。茶古木，伊本身有真侪天然的雕刻。哦，这个是天然的哦，不是专工刻出来的。花若水吼，啊你若插起来吼，啊袂输得看到美女，吼啊心情哪会使得无快乐，哪会使得无笑呢？所以每一届上这插花课，啊，同学的作品你都爱负责。我拢爱负责翕相。这是你的工作就对啦。这我工作我唔。哦，唔是讲你值日生安尼，唔是。无。这就你负责。这我负责。老师，好来。嗨。好了。哦，这盆大盆的哦，大。这是心哥妹妹的作品对吧？对。它的黑色的那个背景哈，就觉得有那个神秘感，有深度。对呢，真正的呢。面对伊的光线个背景类型吼，我感觉我原来无插水，啊，伊的相片呈现出来有加分。啊，所以今仔日这个插花课是差不多啊，就对啊。对。一礼拜上一届啊，两届。一礼拜一届。足好的呢，阁有这个空间啊呢。但是我知影较早新哥你家是咧卖灯。我对。吼，本地是咧卖灯。自体我是卖美术灯的。是啊，是安怎的机会咧转做咧做这个陶艺教室、花艺教室啥？是啥物款的机会哈？啊，都
人总是老嘛是爱变嘛，会安尼。我慢慢把我的正途安尼慢慢就甲放弃，就开始算图，嘛拢阮妹妹哦。图伊安尼甲鼓励，搁阮老师愿意来遮，甲大家分享安尼来甲大家插花，所以我就变做规陶艺教室啦，花艺教室啦。是。咱咧讲手啊，是破病对无？对。伊破病尾啊嘛是离开。嘛想走啊。对啊。伊发现的是已经是末期啊。末期啊。我安尼尽心照顾伊，拢无离开伊安尼吼，我年较低尔，较久伊嘛唔我顾啊。哦。知影你的意思。对啦，较久要伊若要走就先走啊。哦，这讲倒转来就是讲人的缘分，哦，缘起缘灭，哦，由不得你，哦。这个就是阮贵姓阿嫂哦，是贵姓阿嫂，阮哥哥去迄个屏东迄个老师遐，且请老师给做这个陶雕的。上好的疗愈就是家己会当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，先去别个所在吼。尤其本来都转一个，嘿，所以我就建议讲，无咱来去屏东遐做一个厝，就跟对王明龙老师来这个陶艺，这段时间对于伊行入陶艺能够走到你看那么大的作品。这种真大的帮助的对。那个老师也给他很多的启发。迄当阵辛苦，那是妹妹无安尼甲你点一个，是不是有差哈？迄大差，大差，对，不是小差哦。哦，这个整个你就是想法的一个改变。你嘛有这个决心啦。嘿啦，迄个改变了，你就爱家己爱好好去行。哦，唔免搁干那回头望啦，哦，行出去才是办法啦，哦。辛苦，唔那是伫咧工作室吼，招大家吼来学一寡算图啦，还是插花，另外伊嘛会行出来吼来表演，这嘛是伊生活上重要的一部分。虽然讲这个乐团有够赞，唔是讲真正足专业的乐团，但是我感觉吼，因演奏出来迄个曲吼，会感动人。为虾米呢？因为这都是为因心肝头演奏出来迄个心声。上重要是吼，亲像心歌安尼吼，因愿意行出来，还有一群朋友安尼做阵吼，这都是吼，互伊用个人生转弯上大的一个力量。我有当时会倒，忝的时阵，我就足想要倒咧困啊。有就明仔载开啦。好，我是爱倒拢袂倒呢。毛客冰冰冷冷，真舒服。
都嫩嫩啊。你知影嘛？我以前弄的啊，嘿，食心电子素人红，哎，好啊，记得做可以，你看呢？看未？开生头。我要做毅力啊，这个。对啦，有心就有力，对无？我妹给他偷做。所以较早阿嬷来拢迄个黑眼圈对无？变熊猫安尼啦，变熊猫。阿嬷今年几岁啊？90几啊。就是咯。迄当阵哪会想讲要来学这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若无行到食，还是无人介绍？啊，对，我定定做这背，啊，老师你做我就来看，啊，应该出生头啦，我就未晓，你较大了，我懂。啊，我做细粒花，背啊，哦，安尼啦，我嚟看卖，啊，这大早间讲，啊，你唔敢去，我陪你来做。伊拢在做啥呢？你较早咧做啥的？啊，伊要做一样物件吼，拢以设计开始。遐有一个哦，色彩特别水。嘿阿嬷，迄个花卡你做的哦。看老师你我啊，哦。白马我们要70几岁，我们70岁开始跑嘛，然后73、74就完成，3年就完成。啊，因来就是恁陪我开讲，啊，要算图，你要做你算图啊。了解。公开的，我都不敢写字的，学费都没有，我们都没有收学费。我安尼无收是无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摕一下乐捐箱，功德箱我，来练财啊你啦。哇，足济凊彩地来，你就看。我这就广告啦。安尼我记得啦。无啦，其实安尼讲啦，是毋是？感觉讲到一个年岁啊，有当时啊，迄个金钱，迄个咱咧讲价值观，其实重视的已经有是钱，已经用个衡量的啊，对啊。老师是爱人家做啥，讲快过日子，安尼我了，还有是爱情。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阿姆，喂，这久无看诶，我阿婷啦，厝婷，会记得无？我讲袂记。即摆看到会记啊！哦，啊，你搁咧运动啊？遐？走去。阿妈在运动了，系啊。走去啦。哦，真好。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年岁你大愈爱动着无？对，往叮当啦。会啊，爱叮当，所以扫涂骹当做咧运动安尼。啊，这都拢阮咧扫的，我咧扫的。啊，业党的有伫的无？有吗？董事长有在吼。有啦，阮今嘛有伫咧。哦，诶，我那个听到伊搁咧弹迄个钢琴吼。嘿啊，伊会弹。嘿。啊有那扫呢，吼。哦。谢你谢你。就是讲哦，若是人生袂拄好的时阵，有一堵门关起来，天公伯啊，一定会另外开一片通互你。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讲，我感觉吼，上重要的是咱家己要有迄个开通的勇气。你也来？我
都爱佚佗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头拄啊拄着外口拄着阿姆呢，伊咧扫涂骹咧运动。是。啊，你嘛咧练这钢琴厉害。嘿，透早伊就拢会出去较运动者，先做扫涂骹啦。啊，我拢唔爱甲动。吼，要互伊哪运动哪吼，啊身体较会健康。我头拄啊伫咧后壁已经偷听你弹这个钢琴。是哦。咱甲愈来愈厉害呢。无啦，恁提升尔，恁提升尔。我有一个希望，有一个心愿。假使讲我若是80岁吼，还阁好好啦吼。我希望讲我有一个大学音乐系的水准。是。我感觉照这个办势看起来，绝对无问题。哦，thank you，我咧多，thank you，多谢你的鼓励。另外就是，咱这附近不是有你咧种迄个九重阁？是。刺啊花对无？嘿啊。是。那个过一阵仔要大开啊对无？你一定足无用的。过2礼拜，所以讲吼。我想讲等下。整理。下晡时啊，咱来整理一下。我你这大卡，我请袂起。莫安尼讲啦，我吞会落呢。我吞会落呢。Thank you。做事。是这片吗？是，都是伫遮。不水呢，无想到这么长的这个距离呢。拢总有300米。300米哦。关岛有6米。我本地想讲哦，等下你可能真好耍的尔，无想到安尼看起来是认真的哦。有啦，真认真啦。我普通时是电吼，爱来遮落肥，啊，过来就是吼，亲像手机吼。安尼你就是做你的，啊，我用手机啊。哦，好，啊，2层，啊，所以是4块。安尼1层。安尼吼，咱2层啊，安尼，吼，啊，我肥料甲放伫这个所在啊，吼，啊，肥料做安尼用，都要甲杀福见的，我也免出力啦，所以。这个较轻松，哦，较轻松。都卖就是推车的意思就对啦。对啦。安尼，对，安尼有只甲放落去吼，安尼伊就大真水啊，哇！我紧啦。拔豆机。我紧啦。你敢有拔豆伫咧食过？无啦，我大人大种啊，无像你小朋友。我真正不是种物件的料，你会知影我为什么拔豆无？啊！我去见到迄个亭啦。啊亭啊，对，去后边就亭。啊，你会说伊咧？袂，我袂要紧。也当诶，迄当阵即块地啊，无人咧使用，啊，放伫遮是咪拢芳远去安尼？係啦，即块地是公所下，唔是我私人地。嘿，哦，啊，我都住伫遮吼，啊，遮拢种杂草啦吼，啊，若是杂草歹看，啊，来甲整理做好就从格，啊，就变真水。啊，互人来欣赏，安尼吼，这是我的初衷啦。哇，细哩。无紧。你手啊细哩呢？这真济次。对啊。啊我，来整理300摆拢爱插着，插到真习惯啦。我是讲吼，我若种水啊吼，啊，大家拢来遮看，我的花足水的，含日本人嘛来看，安尼，这是上界希望的啦。当诶，虽然讲这九重阁三角门啊，水是有水啦，但是我发觉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咱这个花是伫咧大路边，你看，
安尼车出出入入，会有人为着要来翕迄个完美照，啊，结果危险嘞。啊，翕的人就是莫徛在外口吼，啊，所以你甲看吼，只有3、4支，啊，爱就甲剪掉，哦，安尼为这个甲加落，吼，安尼这个就是甲较入来，吼，啊，互人伫遮入来要翕相的人袂去搞着，啊插着，安尼吼，所以我这个甲加落，安尼，哦，啊，我即摆直接甲集中起来，好，即摆等换你试看卖，吼。为这个只甲加掉，吼，安尼好，哎呀好嘿，嘿，啊你即摆为这个加掉吼，伊佫会开较细支的吼，3、4支出来，我是哦，加一支啊，佫会生3、4支，对，啊你毋着趁着啊，哇，是，嘿，水哦，哦，哎，对，赞，所以安尼我若来翕相，我用徛较入来。啊对啦，啊，伫咧这个花的下骹安尼。嘿。所以头拄仔听咧讲起来，就是讲加一支，伊佫会补3支。哎，是。安尼讲起来，就是讲有当时咱人生看到的，那个是即摆我失去了偌济，但是无想到讲，我即摆失去的，无的确我会得到佫较济，是毋是有安尼的道理哈？啊，你莫讲我一个窟窿互我跳，我讲着我的心声啊，你都真袂讲。无听。啊，我是想讲，因为我知影较早吼，也当你的迄个立功顶的生意是做甲真成功，发生啥物代志哈？都当初吼创业要咧积极性，一直想要事业做好，啊嘛要来照顾员工，啊毋过有时阵吼投资的策略也毋对啦吼。啊，都我投资迄个能源集管，能源集管是较高科技的产业，毋过足紧就去互 LED 取代。当初是有捌发生这个情形啦吼，因为我真疼惜员工，会使生员工的时阵，我拢连裁员甲一个都无。毋过当我失败的时阵吼，员工去甲我我每一工吼。咧上班的时阵，拍开着我的电脑，想着我的员工，目屎就流。一拍开电脑上班，啊，员工对我真无情，目屎水滴，就是咱的荧幕随无去，逐工都安尼，可能唔若扣6个月哦。哦，迄当阵几个员工250个。250个。所以你想到，电中算大企业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感觉你即马，因为你家己有转，你的人生你家己有转念，啊无吼，你嘛是即马嘛是坐伫咧电脑面头前哭啊。你若是家己无转，你嘛是坐伫遐哭，坐伫厝诶哭，因为你家己迄个坎你袂过一个嘛，你家己下袂过，所以我就是看你有下有过。啊，我甲你偷偷讲，我即摆足爽快吼，人生上爽快的时阵吼，是足侪人来遮看花吼。啊你嘛莫来遮讲遮花我种的哦，拢莫讲。哦，你莫讲，你点位啊吼，位啊车。拢莫讲，头头知影就好。足侪人都讲，这毋知啥人哪会遮牛啦？来种花种到遮水来互看啦。迄个人实在足甘心的呢吼，咱伫边仔行毋知，暗爽就好。真正人生实在有够快乐的。平常时啊，你是毋是一礼拜差不多会有3届？是。爬山的时间对无？是。啊，你拢爬倒一条山较济？高坑的华山大尖、二尖。
哦，迄介悬呢，迄海拔哎，1300， 1300，嘿嘿，唔捌行遮慢的哦，为嘿，着我，太为着要空漫步互我翕，嘛是袂歹，啊无会心喘。嘿，我都偷偷咧喘啊。你爬山的时阵，你的头壳是上清醒的，啊，你会当思考到你的事业，啊，你的感情，安尼。自高中的了就爱爬山，到即马拢一直咧爬山，毋捌断。哎，会长。高仔，你好。你好，高仔。你哪安尼共大啦？敢有这些？有啦，哦，害我歹势甲。我这条命是伊救的，哎，算是我的算救命恩人啦。哦，迄当阵有伫咧你的公司的员工就对啊。是我甲你介绍吼，伊这一尾龙吼，嘿，爱角吼发来到遮咧，迄阵啊发角，啊，即马角在咧磨平去安尼。消气，吼，消气表示咱的人生嘛转弯啊，嘛变好啊。下半场练习生，然后有乖，吼。你当初你会想讲伊要走路袂？啊，还是讲知影伊要去从事？伊袂啦，伊个人吼，无可能的。做头家吼，做有量的啦，啊，对大家拢做慷慨，真正，咱是来讲。迄阵啊，佫有欠员工一丝仔钱，迄是啊做退休金吼，做遣费。我会相信讲我会补这条钱转来。我咧想，我的朋友、我的员工，伊嘛会知影讲这条钱我绝对会补转来。因为亲像大哥，你的人生嘛曾经有行着路去，吼等下甲你牵一个，哦，你就转转来啊，吼等下你嘛是啊，人生嘛是有袂拄好的时阵啊，但是拄着员工咧甲你停，嘛是互相我感觉哦，我今日我要教你嘛是算讲付出不济啊，这种耐心跟容忍吼，互你一个更生人去公司底下。安排伊遐食头路，啊，真好打。快走快走！高仔，哦，黑头长，走。为什么会玩那声？哎呀，知影。来，恁爹啦，喝茶，一定好朋友一家。哦。哎，是。我你介绍。啊，所以大家伫咧食是咧啉茶。我会当请一杯茶无？我超好饮料啊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聊你真多，真够很慢。咱绿党的啊，有进前生意做甲真好，吼曾经有无好的时阵，跋一倒就对啊啦，吼你迄当阵做朋友，看伊安尼，会替伊烦恼，还是感觉替伊唔甘咧？拢会安慰，就讲伊安尼讲话，讲安尼，总等伊心内艰苦啦。无咱六其他也无度啊，技术也无度，金钱也无度啊。哦，有时讲咱言语上来讲相处安尼哦，挽回伊情绪安尼。都是较接话伊讲话，对啦。当初我一个我倒手平民的，这是我真好的朋友，理事长吼，伊嘛有伫我遮投资，吼。伫我公司失败了吼，到我阁还伊钱有6、7年的。这4、5个朋友，5个朋友，连一句无欢喜的话讲出来都无，实在是足甜蜜的负担。我感觉世界上无啊，要阁找这朋友无啊。
一摆圣诞节，圣诞节，我去参加职业弥撒，有一个干部，较早的干部，伊嘛是伫甲我过内底其中一个，嘿，出现，伊讲，头家，我知影你伫职业弥撒会来，所以我来遮会拄会着你，安尼。我要利用甲你相拄的期间，我要求你宽赦我。迄阵啊讲好，我原谅你。迄阵啊是还佫足气的，对无？你都一直叫我原谅你啊，无免怎？啊，毋过我讲好，我原谅你了以后，因为迄个气还佫甜甜呢。调的啊，迄像迄个上述的灌气灌到真饱咧迄个。半点钟、1点钟，就拢感觉讲，即摆那像代志拢过去啊，迄个代志拢过去啊，气拢消去啊，已经放10多年的气拢消去啊，报告完毕。尾啊，才开始进九重阁啦，是无都是然后的故事都是咱知影的进花啥，伊真正，伊真正是足有心的呢。有心的，200多谢大家哇！今仔日咱做阵伫咧遮哦，伫咧这个亭啊，安尼分享遮尼济、遮尼珍贵的人生的故事。真快乐，较食起来，感谢，我真正赚到啊！我还下半场赚足济，多谢。